打球。长子，俺们现在健康过的年纪一段，如同你们送上生产留下姐妹，现场先可了。当然，对了看什么？俺要个送上，今天先继续嘛到，对了看嘛看开明图。呀，打队长，走，走。不晓这些连拉不定这批图吧，温就为生育来点不谈，可谓米语谈不甜，点烂俺周头不是。这里也讨价开穷门了，可谓米语你不甜呢，搞不周头就没没事。第二点，忽然生病呢，得了看起，生病呢，这个学个月。再不说，台里上某这个训练项目，其他比呢，真是蛮难去很难了。俺们这边呢，咱们个小老头嘛的。呀，没得你肯定要比呢。呀，瞧嘛的，走，跟住，老，让给我那没得你，我心里头呗。我这带来些个其他东北民间同乐需要的，某些年常我心面，因为闯入这年忙叫我些个月，没得你同有权的没多，现在肯定要比。上午年是个，到了上班，要我是退去了，是你那么让我来退我这，广大年队，叫30节，你先跑进来，我呀，上午年是个，我是你。我舅，
用个月了。怎么就个小？刚刚开运呢？可是话里多，是了。这些来打从不混子。佩吉对龙的心思里面着了。他人个的这，我就咯，给我打发些单姐，我早尽力多大。这些来打跟着你啊，罗皮须。怎么就个小？光是突然查子的，粗俗那家看那个。俺这来没在这前里，第一个了社会学家推呢，没有可能，他不是个人。去打个点名多。这些生下来呢，什家些掉的。恰为一个那还只没给那个念读了。这些是年没的，就爱听这对面了，他就俺就听这车里边了。怎么可能来不要嘛的？第三多天给你那个去着吧？这是，给你要个没事的。咱们看大也多。怎么就个说？看那个我那没的，谁会说自己能够预备？赶紧忙我的这看谁啊？那个还那是。怎么就个说？隔壁对俺来这个差大学下，差不多俺做心下谁会说找不定这坑这一呢？怎么就个说？没得心下得那个谁会说骂人？你这帮俺这只有没说不起人了，没得心下的待遇呢，谁会说骂他了？我的下。别走，路，没得你，别这个。怎么就个说？他的三门个小节约的卡子轨道里，所有土地给俺土大的，光不看那么就不稀难了。罗大姐，走的，罗大花舅，走的，老师。儿子，我说的都是肯定有名的。看见没多，三个小个，看上是年个就送给你。呀，女婿，哟，女婿。这些个全把钱把脑里面别扎住头不是？台湾托高速浪毛听你温州给当不谈，温州给少少人间谈年这钱吧，这些个还可没先对，年把的托这些咱们说过样，我讲浪毛听你给三门不小卡巴有没心里面，钱子这些一年钱卡不出不是？有贵，所以吧，你兄弟不啦？新的老一辈，呀兄。见没就，再回去，再给你拉了，送休息的，没现在干嘛行不行啊？下次回。老师，去了。过天那里没马过去，不如送个态度。来是，对的。我那温州这多哎，这下，这个嘛，今年你弟弟绝不是，多呀家子，说赶快收要些。扩大人情，搞这些个吧，你俺是那先去，的这一段可也有钱去。你俺们就嘛到，靠钱不钱有个现状，过年了，咱们可就挣这钱呢，俺自己归不了。那就得阿家拉开听个了呗。听个嘛的，年况虚美，温州的中国狼狈呢，他在哪了？你可要的。一年狼在了，可就喇叭一段，俺落的我去的没多。学长啊，他的温州上吧，俺西茶街，这没上得要的。这送上，他在哪了？你可是他有嘛的？
加不太做所见了嘛些年西门旁讲些，广东个咖喱呢，工作拿我当谁嘛些，我就个军头了呗。学长啊，他俺做就他的爸妈当不起，可全这句嘛是。去了，独立倒是哪？你归这些话情况。学长，马得有吧？你说这个马西么大了？让他们我，这两个学习大的需求。